講到麥當勞，自然聯想起漢堡包，或者未必所有顧客都知道喺美國嗰間分店，麥樂雞等雞肉食品銷量多過牛肉。同樣未必人人都知嘅係，呢啲雞肉含有人類用抗生素，因為雞農喺飼料裏邊加入抗生素，刺激雞隻成長之餘，減少患病機會，但同時衍生病菌抗藥情況，到頭來受害嘅係人類本身。喺美國嘅麥當勞集團星期三宣布，2年內逐步停用含人類抗生素嘅雞肉材料。至於開心樂園餐，稍後會提供嚟自冇注射過生長激素乳牛嘅牛奶。有消費者組織歡迎呢個決定，但亦有人指嚟得太遲。以美國嚟講，個別連鎖食店早喺3年前已經停用含抗生素嘅肉類材料。不過，以麥當勞身為業界龍頭，可以預計其他對手會紛紛效法。麥當勞生產食物嘅安全質素不時受負面新聞打擊，集團舊年第4季度業績利潤按年倒退21%。行政總裁英國籍嘅伊斯特布魯克上任只係3日，就落實全新營銷計劃，強調以食物質素贏返顧客青睞，改善味道之外，仲要確保產品為顧客帶嚟良好感覺。不過新措施暫時只適用於美國14000幾間分店，海外嘅2萬幾間就唔適用。有線電視記者余小蘭報道。美國麥當勞喺雞肉供貨方面有新措施，但就唔代表雞肉完全係冇抗生素。其中一種嘅離子載體抗生素仍然係會繼續使用。由林祖慧講下點解。飼養禽畜減少使用抗生素可能係大勢所趨，但並唔係一刀切咁絕。麥當勞嘅聲明中話轉用唔含人類抗生素嘅雞肉，但就接受供應商使用動物抗生素，當中一種就係稱為離子載體嘅抗生素。殺菌機制係破壞細胞膜，專門對付雞隻、牛隻間腸道常見嘅寄生蟲，亦都即係球蟲症。有專家贊成繼續喺雞隻使用離子載體抗生素，由於唔會用喺人類，唔存在抗藥性嘅問題。相反，如果連離子載體都禁用，一旦雞隻患上球蟲症、染上腸炎，到時就要用人類嘅抗生素醫治，到頭嚟得不償失。美國當局日後嘅禁用抗生素政策，亦都視離子載體為例外，容許業界使用。但亦都有連鎖快餐店堅持多走一步，唔採用含離子載體抗生素嘅肉食來貨，擔心對顧客長遠亦都有風險。有線電視記者林祖慧報道。